其實咧，我好細個嗰時咧，我媽咪就唔俾我成日出街嘅，我成日好想出街嘅，所以讀小學嗰時咧，我就開始想自由啦，加入社會啊，食煙啊，去偷嘢啊，跟住出嚟做嘢啦，開始因為讀唔到書要出嚟做嘢，第一份工就係做廚房，23歲開始翻大陸玩，我咁樣玩咁樣賭錢，係頭2年贏錢，其實全部都係輸。跟住我就借咗好多卡數。我嗰陣時27歲，爭30幾萬卡數。我當然唔開心，我就試咗第一次嘅毒品。一試，哇！個感覺係我估唔到，原來食毒品可以逃避一切。咁我自己開始27歲開始食呢個揈頭。食咗2年，我覺得揈頭都冇乜感覺。我覺得嗰個人已經係幫唔到我，開始索 K， 直至有一次我食毒品食到連工都唔返，我媽上到嚟同埋我婆嚟揾我，佢喊住，我見到佢兩個係好唔忍心。我一個70幾歲人同我阿媽一個差唔多60歲人咁辛苦上嚟揾我內心開始有啲罪疚感，跟住我就跟翻我媽我婆落去。我有受唔住引誘啦，我放工覺得我揾到錢，同埋我破產令已經過咗啦，啲錢唔使再還，我就嘗試又去香港 disco 係食毒品，跟住睇到一個叫《星火飛騰》嘅節目，嗰個節目係講啲人點解透過耶穌去改變佢生命。我睇到好多揾到有錢啦、吸毒啦或者有病啦，佢哋嘅生命可以點解360度轉變嘅？有一篇道我聽到講，佢話你們比麻雀貴重，即係麻雀都不種不收，佢哋都唔使擔心。點解你會擔心？我諗起呢句説話，好感動。原來我點解尋尋覓覓好擔心嘅嘢，原來係揾唔到我真正嘅快樂啦。我就開始接觸我嘅信仰啦，耶穌教會嘅組長啦。佢因為喺另外一間營養店係食康寶萊呢個餐，佢見到嗰個生意機會，佢覺得好適合幫我，即係佢話你咁中意幫人，你改變咗個生命，應該可以影響好多人嘅。佢就問我有冇興趣去睇下呢門生意。我問咗佢唔識英文，同埋我讀書真係荒廢一科都唔合格，可唔可以做？佢同我講可以，最緊要勤力用心，即係用你嘅真心去做。佢話康寶萊絕對歡迎任何人。我見到好多總裁，好多人去唔止係揾錢，佢係創立好多基金去幫助啲山區嘅小孩去起學校。呢樣係我感覺上好大嘅使命感。我相信我有一個咁嘅人，變到咁嘅人嚟到康寶萊，我相信係耶穌安排，係將呢個信息要令更多人帶俾更多人。跟住我就決定試個產品，跟住就簽咗直銷商啦。即係跟住我用個產品用咗1個月減咗10磅。我覺得因為我加入呢間公司一定要試下個產品得唔得。如果個產品唔得，我係違背自己良心，因為我份工作我希望唔好違背良心啦，唔可以講大話啦，可以幫到人啦，可以有影響力啦。即係我有祈禱同耶穌講，你點樣可以幫我將啲毒排走，唔會影響我腦咁多。哇！真係佢嚟俾我嚟到呢間公司，唔止可以做呢盤生意，可以幫到人，其實幫到自己好大。我見到我令我媽咪嘅身體改變，我都想令到每一個人身體改變，所以我好想喺營養店裏邊咧將呢個健康信息帶俾每一個人。我喺度咧真係好多謝耶穌啦，多謝康寶萊啦，多謝耶穌透過康寶萊呢份工作可以咧帶俾更多祝福俾更多人嘅，係。